張閃閃地喎，係咪？另外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又嚟到同大家爆卡啦！我係你哋嘅爆卡先生，我叫 Santos。咁多位觀眾啊，上次嗰一集咧就講話會同你哋試一下開呢個30包卡嘅卡盒，睇下同對上嗰次開10包嘅組合禮盒嗰個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啦，或者咩特別係啦？咁呢個咧30包嘅深淵之眼嘅擴充包卡包咧，就好似冇特典卡包嘅係啦，咁淨係得達克萊伊嗰個卡包深淵之瞳嘅啫，30包都係啦。咁對上開嗰盒咧10包深淵之瞳嘅卡包啦，再加1包嘅特典卡包啦，同埋有一個係達克萊伊嘅盒嘅，係啦，就喺呢度係啦個盒。好，咁咧就事不宜遲啊，就開一開啦呢盒嘅 Pokemon 卡。就開卡爆，好，先一陣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由左手邊開始啊，今次就5包咁開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。我哋開始，球海獅、熱帶龍、陳舊的盾甲化石、氣勢猴、古勒頓、問卷卡，哎呀，盔甲鳥，sorry啊，花樣海獅。好啦友，薩哥德唔知係咪咧？金魚喎，哦，2包白卡，又有一張問卷卡。強力雞母蟲、燭光靈、火爆猴，喂，又係似曾相識嘅 AR 喎，西施海王。攞個卡套裝翻住佢先。西施海王，哇，幾靚仔！唔錯，靚仔。好，擺喺一邊先。跟住格拉吉歐的決戰，即係莉莉娜高啦。熱帶龍、偷二胡、敲鯨，哦，速溶組合，手下筒嘴大鳥。問卷卡、索丁地鼠、羅丁地鼠，sorry啊，屬性空，契教父係咪契咧？呢個，哎呀，有張 RR 啊，係電嗰隻。超級捷拉奧拉，後面係咩？哦，暗黑靈，冇呢個問卷卡，暗黑靈。
唔錯喎，今集啲 R 都幾靚喎，啲畫風好似靚仔做喎。好，繼續開埋另外嗰5包先。好，頭蓋化石。燈火幽靈，嘆小事。咦？有張閃閃地喎，係咩卡咧？R 卡嚟，綠綠地色，唔係又係螳螂啊？係喎，真係爛桃花。哎呀，我入卡套先。又多一張啦！上次嗰10撇都抽到啦，呢隻爛桃花。粗龍炮蟲，問卷卡，頭蓋龍，外獸話幾得意啊！隻外獸，唔錯唔錯。角金魚，雷電獸。青銅鐘，問卷卡，禿鷹麻，球海獅，屬性空。咦？有隻銀伴喎，喺普通閃 R 卡，銀伴戰鬥武器嘅進化版。跟住海豚俠，好問卷。銅鏡怪，臘八啄鳥，燭光靈。咦，有多隻 R 卡，係古玉魚，直多男人。問卷卡，喂，麵包好似冇乜嘢喎。小篤兒，陳舊的盾甲化石，強惡雞母蟲。哎呀，豪萬炸彈，喂，豪萬炸彈。古空刺魚，哦冇咯，哇！呢5包全部都係白卡同埋有2隻 R 卡。好，繼續努力開另外5包先，1、2、3、4、5。希望查到好嘢啦，好吧，做好暢順咁起晒出嚟。好，火爆猴，喂，有張幾閃下喎，球海獅，陳舊的頭蓋化石 R 嚟嘅喎，黃色、綠色係咩咧？哦，達克萊伊。有黃地、綠綠地色，原來係達克萊伊啊！喂，我第一次抽中達克萊伊啊 ！R 版本，今集嘅主角。裝翻個卡套俾你先。哎呀，垂咗嚟，走咗光。哇！今集啲 R 卡真係幾靚喎，唔錯喎。哇！啲質地好咗好多喎。哇！整得唔錯唔錯。好，我哋繼續。雷電獸，問卷卡，屬性空。嘆小事，願影娃娃，小霞的朝氣，唔係朝氣，潮氣。破陀輪，問卷卡，哇！
迷唇姐，盔甲了，唔係盔甲了。陳舊的盾 ESR 喎，哇保底喎！哎呀 SR 出咗陽常係道具嘢。咦，能量轉移啊！哦，選擇一個自己場上寶可夢身上附加的基本能量，改付於自己的其他寶可夢身上，都幾有用喎張卡。專能量，好，我翻個卡套先。哎呀，保底卡竟然係能量轉移。好，繼續努力，希望有爆杯。殺哥特，斯摩查，禿鷹丫頭，松電寶，花岩怪，古勒頓，問卷卡，焚炎蟲，小毒兒，木正，外殼獸，哎呀，問卷卡，偶叫契，整一整理翻啲卡先嚇，將啲卡擺翻去卡盒先，繼續開埋另外5包。盡力呢鋪，好，哇！波普海豚，迷唇姐，偶叫契，烏賊王，密勒頓，問卷卡，銅鏡怪，偷兒湖，松電寶，咒怨娃娃，從是徽章，問卷卡，陳舊的頭蓋化石，圓影娃娃，喂，你真閃閃地喎，係咪？嚇，另外一張保底喎，唔開住先，唔開住，攞埋側邊，留翻低，好，保底，留翻低，啊！湖大道，問卷卡，斯摩查，燈火幽靈，禿鷹丫頭，馬夏刀，木正，問卷卡，小毒兒，呆獸，盾甲龍，來杯粗茶，小夏的潮氣，另外嗰5包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剩翻最後10包，開咗5包先。佢好順啊，嚟落雷修，好啦魷魚，偽糖草，金魚王，馬夏刀，問卷卡1張，迷唇姐，禿鷹牙，燒火蟲，護城龍啊！
哇！有種 R 版嘅護術，筒嘴大鳥、問卷卡、花樣海獅、銅鏡怪，銅鏡怪，咦 AR 喎，中到頭蓋龍，後面嘅 AR 係銀伴箭手，都唔錯，銀伴箭手。嚟嚟啦，阿哥嘅專用嘅寵物小精，銀伴箭手。好，繼續。從是徽章、問卷卡、國金魚、強惡雞母蟲、盾甲龍、古空刺羽、格拉吉歐的決戰、問卷卡、落雷獸、燈火幽靈、牛叫溪、烏賊王、海豚俠冇啦嚇！你唔爆開咗一張 AR 出嚟嘅，哇！擺返先，最後5包啦，逐包開，最後5包就好。第5包倒數啦要，螺釘地鼠、斯摩茶、圓形娃娃、咒怨娃娃、暗黑靈，哇！呢個組合見咗好多次，暗黑靈喺最尾啊，咪洗一洗卡先。好，猴怪、下石鳥、盾甲龍，喂，紅蓮騎士 R 卡問卷，咦唔係喎，仲有一張後面，咦，胡大道、紅蓮海騎，好，第3包。會唔會有爆配呢？重電寶、灰甲鳥、盔甲鳥、好拉油，喂！最後一張嘅 AR 出埋啦，破陀輪啊，原來係歐萊卑粗茶，破輪都 OK 啊，幾靚啊，唔錯啊，破輪。後面有好多嗰啲細細隻嗰啲咒怨娃娃喺度。好 AR 就應該3張齊啦，就睇下最後呢2包會唔會有爆配啦。
超火蟲、禿鷹丫頭、花樣海獅。喂，有隻 R 喺度喎，原來係咩？哦，超級水晶燈火靈、破陀輪。唔錯喎，今次新出嘅卡包幾靚喎，整得真係。好，我有 last pack magic，last pack magic，lapis magic。好，波普海豚、偽糖草、火爆猴。咦？阿羅嚟，仲嚟有爆配，係咩？應該係啡色，我估格鬥係，係戰錘咯。仲有一張競技場化石採礦場，完。最後一張係 RR 卡，即係金盒係冇爆配嘅。好，總結一下先，唔係，仲有一張 SR 未開。咁係咩呢？ SR 嚟嘅，有啲粉粉紅地，有啲橙橙地，怕葉屬性。吓？又係莫魯貝殼？係啊，真係又係莫魯貝殼 SR。10抽卡包又中，30包擴充包又中，10包嘅擴充包啊，應該係。又中30包擴充包又中，同你好有緣啊！莫魯貝殼，你值得有個套嘅。叮叮叮叮叮叮，幾靚，唔錯，幾靚仔。好，嚟做總結啦都。莫魯貝殼啦 ，SR 仲有張 SR 嘅 SR 有2張啦，一張莫魯貝殼啦，一張就係能量轉移。咁跟住就到 AR 嘅卡啦。AR 嘅卡就有呢3張銀絆戰獸啦、破陀輪啦，同埋西斯海王嘅。我好想要嗰隻外殼獸仲未有，呢3張就係 AR 啦。咁 RR 你有幾多張呢？1、2、3、4、5，哇！有5張 RR 喎。首先呢，有張係戰錘龍啦，格鬥系嘅戰錘龍嘅 RR 啦，跟住仲有一張就係、超能系嘅超級水晶燈火靈 EX， 跟住仲有一張就係今集嘅主角啦，超級達克萊伊。跟住仲有張草系嘅爛糖花，跟住仲有張電系嘅超級捷拉奧拉。好，今集就係咁多啦。鍾意我爆卡嘅就subscribe、like 同 share 俾你有玩 Pokemon 卡嘅朋友啦。好，我哋今集就用傻鴨渣古傻鴨嚟做結尾。
多謝咁多位觀眾睇到呢度，感謝萬分，拜拜。